我們轉動那個肩膀呀，我們先縮起來。我講東話嚇，你哋聽唔聽得明？明。縮起嚟，向前彎，咁樣，2、3、嗱嗱聲， 4、5、一格聲。 6、7、8、9、10。咁嘅嘢，我哋又係縮起嚟向後喎，向後打個圈喎嚇，即係我哋呢度肩膊開一開佢啊。